呢個星期法庭新聞重點落喺兩宗反中亂港案件嘅處理。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再被控違反國安法，指佢同逃港嘅羅冠聰喺2020年串謀發動制裁國家同香港嘅行動。案件需交付高院明年3月審訊。另外，3名人士因為轉發被通緝者煽惑他人喺立法會不投票嘅文章遭起訴，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中，讓辯方索取文件同獲取法律指示。因35加顛覆政權案正喺度服刑嘅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再被控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指佢於2020年7月1日至11月23號期間，喺香港同逃英嘅羅冠聰同其他身份不詳人士串謀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案件日前於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國安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回應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出年3月6日審理。屆時案件將會交付高等法院。案件處理當日最少有6位外國駐港領事到庭聽審。廉政公署日前宣布通緝參與香港議會嘅姜家偉，以及於2019年上環衝突案中暴動罪脫嘅湯偉雄，指二人發布煽惑他人喺2025年立法會選舉不投票嘅貼文，二人均已離港。同時廉署起訴嘅2男1女，指佢哋涉嫌喺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網上轉載姜及湯嘅文章，煽惑他人不投票。案件日前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裁判官朱文漢應辯方要求，將案件押後至出年1月15號再訊，以待索取文件同埋法律指示。3人各准以1000蚊現金保釋候訊，期間不得離港。反恐條例第2案嘅92簽醫院口岸爆炸案，被告何卓維、張家俊同埋李嘉賓判囚18年同埋16年8個月。張家俊同李嘉賓日前對定罪同刑罰上訴，被判監18年嘅案中主腦何卓維日前亦都提出上訴。案件暫未排期聆訊。各人罪成嘅案件指佢哋喺2019年11月2號至2020年3月8日喺香港串謀他人，意圖導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同故意向掟明標嘅送遞、放置或者引爆爆炸裝置。審訊後裁定罪名不成立，但交替控罪嘅串謀導致爆炸罪則罪成。2019年8月25號嘅荃葵青遊行演變為警民衝突，警方當日截獲3架停泊嘅私家車，搜出逾1000粒彈珠、戰術背心等，拘捕多人。其中3男女舊年承認串謀非法集結罪，被判囚25至30個月，各人不服刑期提上訴，指原審法官3年為量刑，起點屬過高。高等法院上訴庭早前已經駁回刑期上訴許可，日前下達判詞，指斥申請人完全目無法紀。即使控方原審時接納交替嘅串謀非法集結控罪，但案情顯示參與或者串謀參與暴動只係一線之差，更強調本案係法庭見過最嚴重嘅非法集結類案件，兩項上訴理由均不成立。今個禮拜嘅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下周再會。